6月1日，觀念改變，整個人生態度和觀念都會發生徹底轉變。是走者護戒協會第63頁。當我沉溺於酒的時候，我的心性徹底自私，凡事以自我為中心，只優先顧及自己的享樂與安逸。自從我找回清醒以後，無謂的自我執着才慢慢消散。我對人對生活的整個態度都徹底改變了。對我而言，C 兩個 A 的意義，第一個 A 是態度，第二個 A 是行動。態度的真正轉變，必須依靠實際的行動來成就。透過實行12個步驟，參加聚會，傳遞清醒訊息，我才能穩住清醒。行動真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詞，懷住積極良善的心態，堅持規律的 AA 生活與行動，我不但能守住清醒，也能幫助其他人找回清醒。如今我的心態只有一個，盡我所能守住每一天的清醒。